大家好，我今日會講嘅課題係數字排隊。咁咩係數字排隊呢？即係將例如佢俾幾個數卡你將佢排返做幾個三位數啊咁樣咯。咁我而家講下點樣去排數字啦。例如而家我有個最簡單嘅例子，就有3個數卡，分別上面寫住1啦、2啦同埋3嘅。咁佢嗌你用呢3個數卡嚟排列3個，唔係3個。佢問你可以排出幾多個冇重複嘅3位數。咁可以排幾多個呢？我而家列出嚟。如果你就咁排出嚟，例如你諗到啲咩就排啲咩，例如3、2、1、1、2、3、2、3、1咁樣，就一定好亂㗎啦。我而家教你一個方法，就係由細到大咁樣去排列。例如你1就8位係1開始，1跟住第二細嘅係2，第三大嘅係3，如此類推，跟住1、3、2，慢慢變大，咁樣就唔會亂啦。1做完未啊？做完啦，跟住我哋做2啦。2、1、3，跟住2仲有咩啊？2、3、1咯。就係咁樣，你按住個規律去揾，你就唔驚你會揾漏。跟住3、1、2同埋3、2、1。咁呢總共幾多個數呢？答案就係6個啦。但係當然唔會每一題都好似呢個咁簡單，你揾淨係得6個嘅題目好少嘅啫。咁我而家再出多一題，就係用數字1、2、3、4可以組成幾多冇重複嘅2位數。我框住個2位數啊！你要睇清楚係2位、3位定係4位，因為有時候佢俾4個數字你呢，未必係直接嗌你要做4位數嘅。咁我哋而家先睇下咯喎，我哋而家先做咗1先咯。如果1喺10位嘅話，咁即係幾多啊？1係10位有12啦，有13啦，如此類推咁樣做落去，慢慢變大。咁1仲有冇呢？冇啦，因為佢話唔可以重複。咁而家2喺10位嘅話係有咩呢？21啦，22就唔得，因為10位已經有啦。23同埋24，呢個就係2喺10位嘅組合啦。咁而家3喺10位，咁分別就會係31先啦，32啦，好啊，就係33唔得，跟住34，最後就係4喺10位啦，10位就係41啦，42
42同埋43啦。咁我哋而家數翻啦。咁我哋每行有3啦，跟住呢個每行有4啦。咁4、3、1、12，總共有12種排法啦。跟住好啦，呢個係最基礎嘅題目啦。咁首先我哋睇下佢，就係有時候佢嘅題目會嗌你大字小，但我建議你唔好受佢影響，你照去做佢。你都係學我話齋小至大先，跟住交答案嘅時候再一次過變返做大字小。OK， 呢個係一個方法，因為大字小係好容易 skip 咗一個嘅。OK， 咁仲有一啲就係問你最大同埋最細啦。咁如果佢問你最大最細就仲簡單，你照排列出嚟，跟住最後揾返佢就得啦。OK？跟住我再出多一題特別少少嘅例子，佢係話6、7、8、9可以組幾多個兩位數嘅偶數。6、7、8、9嘅兩位偶數，我揀低兩位偶數先，呢個好重要。首先，偶數係第一個資料啦，兩位係第二個資料啦。咁其實都係照變返嘅啫，因為你都係用返嗰個方法。跟住今次就有啲特別啦，我唔會再話邊個係10位㗎啦，一定都得㗎啦。如果你唔想再去篩佢出嚟嘅話，你就直接寫6同8。6今次唔係喺10位，係喺個位，因為佢係呢4個數入邊得呢2個係偶數，即係雙數。咁其實直接計咗呢個呢，就已經係答案㗎啦。6喺個位有咩呢？我哋從細至大計。66得唔得呢？唔得，因為佢重複咗。咁只有76、86同埋96啦，冇重複係咪？跟住8喺個位，68啦 ，OK 嘅。跟住78、88得唔得啊？唔得，重複咗。最後就係98，所以佢最後個答案就係6種啦。好，佢有時候呢仲會出啲應用題俾你嘅，就例如點樣應用題呢？佢就話小明有1蚊、2蚊同埋5蚊，佢可以組成幾多種幣值？咁我哋先考慮咗佢如果淨係得一個硬幣嘅幣值先啦，一個硬幣嘅幣值就分別係1、2同埋5啦，照抄返落嚟啦。
咁就已經係3個幣值㗎啦。跟住如果係2個幣啦，就分別有幾多啊？有1加2，即係3啦。仲有1加5等於6啦，同埋2加5等於7啦。咁2個嘅排列晒啦，2個嘅有3個，1個嘅都有3個。跟住再我哋揾埋3個嘅，今次我唔用框框啦。3個嘅只係得1個組合，就係1加2加5咯。呢個係唯一一個3個㗎啦，因為佢全部只係得3個㗎啫嘛，所以呢題嘅答案就係3加1啦。我重新寫多一次，3加1等於7啦。總咁呢個就係計幣值嘅方法啦。跟住佢最後一種題目就係問你 B、C、A 過去邊，跟住過嚟呢邊嚟，過嚟呢邊。好啦，今次我用唔同顏色嘅去做佢啦。首先呢個都係排列嘅方法之一。A 點去 B 點，黃色。B 點去 C 點，我今次全部都係行最上邊嘅。然後 A 點去 B 點，我照樣行上邊呢條路，但係喺 B 點呢度我行中間呢條路，跟住再嚟，我又係行上邊呢條路 A 點去 B 點，跟住今次行最底嗰條路去 C 點，呢個就係已經係3種㗎啦。跟住 A 點去 B 點，今次就係向下行。跟住今次我都係向下行，然後向中間行。啱啱唔記得咗話上邊行 ，OK。跟住最後啦，最後橙色行最底。其實呢個都有一個計法嘅，因為你發覺 B 去 C 有3種方法，而 A 去 B 有2種方法，唔係有2種方法。咁其實你如果去睇佢嘅話，咁就係2乘3啦，等於6。跟住你去細數返，其實都係6種啦。呢個就係大部分數字排隊嘅解法啦。咁我再覆一次佢嘅主要嘅方便嘅計法，就係從小至大去揾。如果佢係揾幣值嘅話，你就可以先揾1個硬幣嘅幣值嘅組合，再揾2個，再揾3個。
如果你係嗌佢揾路線嘅話，你可以先計咗，例如 A 去 B， 再計 B 去 C， 有幾多條路線，再將佢乘埋佢就得啦。呢個就係我今日要講數字派對嘅所有內容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